說落雨飛，如果可以恨你，全力痛恨你，連遇上亦要躲避，無非想放下你，還是掛念你，誰又會任我傷悲？自是最怕有人提起，就算怎麼伸長手臂，我們亦有一些距離。Thank you，謝謝大家。其實咧，真係好即係我同家姐我哋都講過，其實今次咧，其實係順便嚟做我演唱會嘉賓嘅啫。其實有個主要任務嘅，就係嗰張相。係咩？阿培兒喺度。喺邊？我果然笑咗。我哋其實咧，我哋呢個所謂嘅叫做都市傳說啦，《尋秦記》嘅電影版，大家等咗6年啦。我哋都等咗。我哋自己等咗6年，係啦。咁跟住真係有一個好消息係同大家講講嘅。咩啊？梗係啊，大佬。化咗妝都唔係大件事。大家會去睇呢個嗬？係啊，我哋應該今年我哋頭先都聽過話係一個最新嘅 non-official， 但係應該好快睇過佢會公佈嘅，就係 New Year's Eve 咁上下左右，12月底應該大馬係有得睇嘅。希望大家到時到時大家係啦，知要做啲咩啦，係嘛？應該都有啲驚喜嘅，係啦，就係
要去總之入去戲院支持我哋啦。咁係啦，咁我哋其實都好希望，因為係咯，有機會可以我哋即係我哋天下公司嘅好多 artist，我哋包括阿古仔啦，我哋可以有機會過嚟一齊過嚟。咁冇人睇大家反應。都係啊！即係我覺得個反應好似喂1、2、3，我家姐話反應麻麻地喎。喂，我兩年都係可以咁做嘅。因為我記得以前馬來西亞咧，就係啲人問親我咧，就係話我啲人好熱情嘅，係好熱情。喂，嗱，我數1、2、3，嗱，大家唔好即係唔好嘥力，即係分散力。1、2、3，俾啲聲，俾佢知咩叫嘈。1、2、3。咁就啱啦，咁就啱晒啦。快啲！喂，小心啦。好啦，咁係啦，我哋希望到時戲院見到大家。咁跟住就將個舞台交俾你。開始。咁我過去換件衫先。好 ，thank you 啦，真係。好，今晚食幾點 ？Thank you。